咱台湾人已经艰苦真久啊，大家爱过北岛，全力大家甲关心，大家甲支持，甲加油，好唔好啊？好！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威！好威！一咯，好无？好。啊，恁咧敲电话时阵吼，若有海选的朋友，先线拜托伊支持张家军大哥，好无？好。感谢大家。啊，这个嘉俊来海选选立委，也拜托大家，我们一起来拍拼，为海选遮侪乡亲感觉伫遮拢无照顾到，所以未来呢，张家俊、韩国瑜，咱做伙来拍拼。互咱屯营，互咱海线的照顾建设会更加好，好不好？好。昨天在嘉义一个座谈会，一个热爱中华民国，可能又有爬山这样的一个嗜好的一个好朋友提出来，希望在高山都能够树立中华民国的国旗。但是当场我就跟他回答，台湾3000公尺以上高山有200多座，每一座高山都竖一个升旗台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大家热爱中华民国非常好。第二，如果已经有升旗台的地方，长久失修、破损或者没有人照顾的升旗台，当然可以把它整理干净。第三，如果要每一个山都设升旗台，那必须要考量森林景观，还有路线，还有水土保持，这个困难度太大。我当场就讲过，困难度很高。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高山现在已经有升旗台。长期失修的、没有被照顾好的，我们可以考虑把它整修好。至于其他，我们一定要看状况，这不是说想到哪就可以做到哪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现在总统大选很清楚，就是主要政党的候选人把你心中的理想、论述，还有你自己有一些什么一些对民众的承诺，直接告诉台澎金马2300万的民众。至于蔡英文总统是连任，最重要，他要交出成绩单。这3年半总统，到底为台湾民众谋了什么福利？让人民是不是过得非常的富强、非常的富裕，还是让人民越来越贫穷？执政者要交出成绩单。我不是执政者，我是在野党，我必须要加强论述。所以呢，这个范围是非常大的，不是一个点一个线来看。是全面性的要告诉民众，我再一次呼吁，执政的蔡英文总统要连任的时候，拜托把自己的成绩单拿出来。我们台湾现在的现况是越来越安全，还是越来越危险？台湾人民是越来越富有，还是越来越贫穷？请把成绩单拿出来。好。